天文台琴晚分別喺晚上7時50分同8時35分發出紅色同黑色暴雨警告信號，及後於晚上10時45分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號。渠務署緊急事故控制中心喺琴晚7時50分啟動，並派遣超過110隊緊急應變隊伍處理水浸報告，重複巡查同清理全港約240個因淤塞而容易水浸嘅點。截至午夜12時，我境共確認5宗水浸個案，分別位於天水圍瑞星路、下竹園村、新田永平村路、沙田新大屋同埋沙田界涌條路同沙田圍路交界嘅行人隧道。經過渠務署緊急應變隊伍嘅努力，以及強力排水機械人同急水嘅協助，已經全部完成清理。喺天氣唔穩定嘅情況之下，渠務署會繼續同天文台同路政署保持緊密聯繫同合作，保持戒備同埋快速派遣緊急應變隊伍迅速處理同清理水浸。喺惡劣天氣情況之下，暴雨可能會令河水突然暴漲，為咗保障生命安全，市民應該遠離河道同排水道。如果市民發現排水設施淤塞或者水浸嘅情況，請致電24小時渠務熱線23001110通知我哋會盡快派隊伍處理。